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明加拉南部嘅大港附近一间货柜仓库，昨发生大火，嘛引起化学爆炸。目前已经知影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6月初5是消防人员连续第2天伫咧火灾现场抢救，真侪内面装化学物质的货柜一直爆炸，军方也有派人来斗相共救灾，因为爆炸威力正大，附近建筑物的玻璃窗拢破去，死伤正严重。虽是暗时伫咧离港口城市只大港40公里的斯塔昆达货柜设施导火，引发大爆炸。有医生讲，有一寡受伤的人情形正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也会增加。受伤的人内面也有消防员甲警察。 消防官员讲，初步怀疑是装过氧化氢，就是俗称双氧水容器爆炸，规个炭毁。一直到初5下昼，又有装过氧化氢啊硫磺的容器爆炸，现场规个拢是有毒的烟，和救援更加困难。 国际劳工组织今年捌讲，孟加拉最近几60年来发展了真紧，成为世界第2大升级出口国。不过，伫工业安全的基础设施加监管机关的执行力，就敢若是拄开始同款。所以最近几年发生过几落件大型的火灾。去年7月时阵，首都打卡附近就发生一座食品加工厂大火，54个人死亡。2019年打卡古城区一间家庭式的化学仓库大火，至少70个人死亡。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等下，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本土病例62000多例，高雄市本土病例上济有9200多例，超过新北市。昨中重症的病例增加252例，死亡个案有124例，内底包括一个9岁有心脏病囡仔。另外，嘛要提醒乡亲，第2轮快筛试剂心兄剂伫今仔日会开始卖。另外，出世到6岁囡仔，政府有互因5期免钱的快筛试剂，即马会扩大发放嘛。 对今日开始，也有高中以下学生囡仔，一个人嘛有免钱的试剂，拢会伫今仔日起购。新冠本土疫情原在高原期，这5礼拜新增加62080例本土病例，其中高雄市新增加9200多例，是全台湾上多。而且头一摆超越新北市，疫情呈现北部降低、南部庆悬的情形。指挥中心有估，中南部疫情可望在这礼拜5彻10反转，到时阵病例数甲死亡拢会下降。另外，中重症新增加252例，死亡是有124例。 124位当中有116位有慢性病史，81人是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其中57人是没有接种过任何1剂的疫苗，年龄超过80岁的长者是占70位。华人遗憾的是，死亡个案内底，搁再增加一个9岁查甫囡仔，伊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长期使用呼吸器，住院期间检验出胃着新冠病毒，肺内底氧气变差，血液恶化，并发多层器官衰竭而死亡。 死亡的部分，因为这一位有共病跟肺炎的个案所以目前的儿童的死亡个案数是累积到15人其中肺炎的部分是占4位，那脑炎的部分仍然是维持5位。 又过来为着比率已经达到6%，指挥中心北讲已经开始来启动边境的解封计划，头一波会针对商务客来放宽，但是中礼拜经过表示，入境检疫的天数会对现行7天加7天改做3天加4天可能性上悬。 如果要开放，但这个时机跟对象，那大家还要持续的去讨论。不过大概就会从7变成3+4，跟我们这3+4一致，这样的可能性是最高。不过现在都还没定案。另外，5日岁过了后，疫情是不是可能大爆发？但是中认为，连假期间出来佚佗，甲南北交通拢相对较冷清。有一寡人等于南部也家己先做检测，民众自制力甲整体防疫拢做甲真好。而且民众头一档的疫苗注射率已经达到90%。5日岁带来另外一波确诊的可能性无悬。另外，指挥中心也正伫建议，对着陪病、探病、住院这相关的例行的检测，会修改为确诊者为着了后15天到3个月内，建议病医应免除相关的检测。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市伫昨昏是新增加9232个本土病例，病例数是全台湾上济，台中府86000多例是排第3，显示即马中南部疫情当伫升悬。毛风声讲，医学中心的儿童急诊也有专职病房，即马拢紧绷啊。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去了解地方的状况。中央有估中南部疫情未来1礼拜会到上悬点，
高雄市初五新增加本土病例第一遍超过300次，成做全国上最。民众担心医疗量能是毋是有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台南市空床率上低，已经要求南区加台南市增加病床。整个南区里面的现在的空床率只有28.5%，好，那在台南市里面只有17%，好，所以相对在台南或南区相对比较缺乏，其他区域相对都比较宽松。那我们今天在医疗应变有开会要求台南大概在明天大概要增加100多床，那整个南区应该要增加200多床。中央要求加开专责病床，台南市长黄伟提讲会配合。不过，台中的中国府医团讲，小儿科的急诊加儿童专责病床无够，医护人员担心医疗会牵着。台中市卫生局出面澄清讲，根据统计，台中市的专责病床数依然有够，顶多是医护能力较严。目前台中市不论是成年或者儿童的这些专责病床、专责加护病房的量能都是有的。但是我们的医师人力真的是有比较吃紧。中国府医感染中心副院长黄国斌讲，中南部真侪医学中心的医护量能早就已经超过负担，建议将新冠肺炎降做第4类传染病，医学中心才袂溃满。现在问题都是中小型医院，他只要检查出新冠，他其他的毛病全部都往大医院送啊。问题在这个地方，连开一个阑尾炎，连生个小孩子也往大医院丢，这实在很不像话啊。5类降到4类就好了，全部都解决了。黄国斌讲，中南部医学中心收伤侪高风险轻症患者，拢毋是因为新冠肺炎引起的中重症，才造成病床无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并无发现儿童转诊伫咧中部有特殊的状况，会搁去了解。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会变天哦，因为锋面瓦近，北部过昼了后就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若中南部今仔日规工拢会落雨。花东是天气小热，爱注意高温。咱来看温度。今日方面的瓦近，加上西南风，天气会转做无稳定。过昼了后，北部爱细日局部大雨，东半部嘛有短暂阵雨。中南部是今仔日规工拢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今日各地高温有32度。花莲台东因为伫闪方面，所以会称高温有机会称到36度。明仔载开始到礼拜日，受风面的影响，全台湾拢有雨水，西半部有局部大雨，嘛有短时间的强降雨。东半部规工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中拜日、拜三，明仔载后日雨会上大阵，若是嘛惊讲会落甲淹水，乡亲爱细致。印度伫今年3月份的时就已经真热，平均的温度是要活38度，创下122年来的新高。持续高温嘛造成欠水，农作物袂生，所以当地政府即马已经赶紧出动水车送水。另外，伫巴基斯坦的南部5月份的时是有高温是50度，这嘛是造成今年酸亚的生产量减真侪。天气热甲。路面出现敢若是水面行共款，看物件拢弯弯翘翘，骑奥多摆的人拢穿长袖长裤，用布甲面黄掉的，较袂晒到日头，涂骹大家逼车，实在看袂出这原本是水正多的比啊！伫印度西北边拉贾斯坦邦的巴里，是伫咧沙漠地区，本来水就真少，热天气和民众拢无水通用，政府就用火车载40个水罐车，差不多200万公升的水，一天3班自65公里外送来。इस बार क्राइसिस हुई है ये पानी की और अप्रैल में तो कभी हुआ ही नहीं कोई इस बार अप्रैल से ही होने लग गया पानी का किल्लत तो इसलिए ये वाटर टैंक ट्रेन चलाना पड़ा हमें。火车到位了，民众等袂赴入水，就桶仔管仔赶紧神水，因为惊讲出来水无够劲，甲囡仔也叫来，出来会当用的大大细细桶仔管仔拢早来神水。印度小麦收成歹，政府就宣布禁止出口，边仔的巴基斯坦山野的收成也减半。农民一个人徛伫咧树仔顶板，另外一个伫咧下骹用底仔接。巴基斯坦东南部圣德省的潘杜阿拉亚市，这嘛拄好是山野的产季，今年收成歹，农民甲山野商心情拢无好。आम की कमी बहुत इस साल 50% भी फसल नहीं है आम की पानी की वजह से ज़राअत और पानी की वजह से जो ना 50% भी फसल नहीं है。山野的生长期水分爱真有够，若是水无够，山野就袂大生了歹。今年热天气提早到3月就来，影响真大。
全世界山药产量照排名是印度、中国、泰国、印尼、巴基斯坦排第5。往年一年的产量拢有180万吨，不过今年竟然只敢剩90万吨，减一半。专家讲，南亚热天气提早来，主要原因也是全球暖化。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的报告就讲，印度加巴基斯坦这种时间真久、真严重的热天气会更加接发生。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辑。再来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今年4月份中高龄劳动参与率是65.32%，65岁以上的劳工有9.54%，两个数字拢创下历史新高。从疫情爆发到今，社会劳工高龄者的劳动增加84000人，不过中原的就业人口就无增加，少子化已经影响到咱台湾的劳动力。来看中国时报。就讲有编1亿8千万，采买50套战术型近程无人机，要配合23个练兵营，用伫反空中港路也有岸边的战情收集。目前当地测试按算下半年会成军。来看联合报，国发会3月底是有公布咱台湾2050年净零排碳的做法，其中有定出要伫2040年时新买出来的小客车全面爱电动化的目标。交通部最近嘛提出扩大设公共充电条的方案，初步有规划讲，按算伫公共停车场、各道的服务站、转运站，甚至百货公司大卖场拢会设。本土疫情滚价，今年到今已经有35个囡仔重症，其中有15个囡仔死亡。有医生即马有讲到案例，讲囡仔若是因为话着了后引起脑炎，有时会乌白讲话、颠倒倒，也是出现幻觉。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大人若破病引起脑炎，嘛有同款的症头。手扭起来一针坐落去，囡仔惊甲叽叽叫。不少家长伫咧6都7个囡仔的大型疫苗注射站提供服务的最后一天，赶紧带囡仔来做疫苗。因为现在这一波大家都很恐怖啊，都是小孩子在中奖比较多啊。打得比较安心，对，打得会比较安心。因为他就刚满5岁3天，我想说赶快打一打。过来新冠肺炎，为着囡仔到即阵重症已经有35例，其中死亡15例，引发不少家长的烦恼。有医师伫囡仔为着重症研讨会讲到，这7岁查甫囡仔因为发烧，互厝内底人送急诊 PCR 阳性，经过评估了后，先转去厝休困，无想到困到一半熊熊，目睭青硬硬，大声叽叽叫，手会阁出现奇怪姿势，甚至大喊讲咱拢要死去啊！赶紧送转去急诊，也出现目睭掉起来、发烧，而且因患脑炎，也阁有昏倒送家护病房。看起来脑部有点肿胀，是没有办法回答说这里是哪里，然后指妈妈她也认不出来。我们也怀疑一个脑炎的情况，左边的脑室比右边的大。医师表示，这个病人原伫住院，精神也有清醒的状况也袂歹，有希望由家护病房转往一般的病房继续来治疗。另外，外界也好奇，是毋是囡仔新冠脑炎案例拢会看到妖怪，还是死亡的幻觉？对此，指挥中心讲，伫就医进前，话三日黑白讲，产生幻觉也是出现，讲做会互人惊一类话也拢会发生。大人若是出现致病性的脑炎，也有相关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大脑皮质受影响的临床表现，尤其是伫咧出现神经系统病变的时阵，才会发生，毋是专属新冠病毒所引起的脑炎才安尼。记者宋华报道。国内研发出清冠1号对患者真有帮助。阳明大学阳明交通研究团队即马嘛发现一款灵芝的新产品，或者小包子灵芝内底提炼出来的免疫调节蛋白质，会当降低胃着了后病毒量。新冠肺炎疫情，国内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万，嘛互确诊治疗甲平常时的预防甲保健，成做各界关心的焦点。阳明交大研究团队伫一种灵芝内底发现会当降低感染风险新的方法。病毒它会粘上居延脉，降低感染的一个效率。它会促进肺脏细胞的 ACE2 跑到细胞内，然后快速的被瓦解掉。
那这个时候呢，细胞上面就没有这个病毒的接受器，没有一个进入细胞的大门。研究团队发现讲，小包子灵芝，这种灵芝的免疫调节2倍 GMI， 会当互去畏着病毒的人，医系的细胞顶悬病毒的受器 ACE2 表现量降低，互病毒是真好甲细胞来结合，而且 GMI 还佫会甲病毒连结，减少病毒对细胞感染的情形。相关研究的成果已经刊伫咧国际期刊。不管在美国或者在台湾，都是一个食品原料。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是做细胞实验跟动物实验来证明 GMI 的功效。对我们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食品，然后我们用科学方式加以验证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未来要走到临床用药的话，还是希望有厂商来协助。真正开发出汉药前观通了后，研究团队为灵芝内底找到新的发展。未来相关的研究会向临床实验甲保健食品研发的概念来行，替防疫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6211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404871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的病例数资料超过300万例，日本即阵是超过894万例，韩国是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6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即马是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2900万例。西非的国家奈及利亚南部昨昏发生武装分子炸药装入去攻击教堂的事件，上无有造成50个信徒死亡，也有侪人受伤。因的总统布哈里嘛谴责这是可恶的杀人事件。因着教堂4个恁当行一连，涂骹拢是沙灰甲废料，就这迄当阵情形真混乱。奈及利亚当地时间礼拜，正多是南部地区汪多州圣方济天主教堂，在去日祷告的时间，有几多位武装分子走入来攻击，造成至少50个人死亡，将一人受伤。根据警方掌握的消息，武装分子引爆炸弹，尾后就向参加活动的人开枪，有几60个人当场死亡，其中也有真侪是囡仔。病院内面陪伴着真侪受伤的人甲担心的家属，到即马也无任何组织这边承认犯案。奈及利亚总统哈布里严厉谴责这件杀人事件。教宗方济各也发声明讲，正伫咧为受害者甲奈及利亚祈祷。目前武装分子攻击的动机甲详细伤亡人数，也搁等待警方调查。汪多州的州长讲，会用一切资源调查，互凶手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也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田纳西州昨昏阁发生枪击案，一间夜店互歹徒撞入去开枪，上无有造成3个人死亡，也阁有14个人受伤。若嫌犯已经互伊逃走去啊！来看菲律宾伫松岛南边的活火山昨昏喷发，附近的人家厝大路即马拢是火山灰，火山有可能会阁喷发，所以已经赶紧疏散附近的民众。德国有一项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准讲长期生活伫空气污染较严重的所在，去患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了后，熬变重症，也是需要挂呼吸器。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确诊死亡，敢卖伫24点钟内随火化，这是最近有引起议论。侪家属就因为这个规定未赴见亲人最后一面，地方政府甲民众业者即马拢望望中央会当定出明确的指引。若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会赶紧甲听各界意见来定出标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举行记者会批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是应该伫24点钟以内火化，中央态度变来变去。国民党团搁伫记者会面顶电话访问民众业者，因是希望中央会当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这2天这个陈部长的这一席话，好像说让殡葬业者这里也在要调冰柜啊，或者是说跟家属的沟通的部分，是不是有这样的产生很大，还是对，是的，产生家属很大的疑问跟困扰，是不是应该请政府来跟所有亲
新冠肺炎的家属讲清楚说明白，让业者还有遇到的家属好好的处理最后这一段的毕业典礼。业者希望中央明确定出办法。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要求指挥中心、地方政府啊，各殡葬业者三方面进一步来做对话。对于任何生命的消逝，我们都痛感不舍。相关的处理方法，我们都希望能够照规定。而如果沟通还有需要进一步，则请指挥中心和地方政府业者多多沟通。那我不知道大家在遵循上，或者大家这样子，以前在紧张的时候就很快就火化或怎么样等等的。如果在那边也可以请民政的单位把他们相关的需求提出来，我们再把相关指引定得更清楚一点。但是中讲会来听地方政府啊，各基层的需求，甲相关的指引定好清楚，互各界会知影要安怎做代志。记者张志阳、陈立芳、王德新、谢基文台北报道。来关心为着死亡，咱国来头一个新北市中和2岁囡仔恩恩，伊死亡了后，伊的爸母是指记讲，因为当时送病院的过程有去延长着，所以要求要听录音。上紧今仔日家属会去新北市政府听相关的录音档。也毋过新北市的消防局、卫生局甲上河病院互相联络的录音，市府即马是坚持讲，因为讲电话的毋是家属本人当事人，所以这部分袂当公开。失去2岁后生恩恩的老爸，伫咧 FB 讲，上紧8月早起就去新北市消防局听录音档，新北市讲会配合安排。当时的报案的录音，还有19打给恩恩妈妈的这个录音的内容，我们都已经准备好，随时都可以听。恩恩爸爸决定要来我们消防局听，我们都会配合来安排。恩恩的老爸讲，礼拜下昼收到3通进前消防局较互因看守电话内容的文字资料，佮加上进前已经收到的5通较互消防局的文字内容。消防局甲卫生局分享沟通的简约记录，也个1922的通话录音。不过，伊一直希望让听到消防局甲卫生局，也个消防局甲上河边的电话录音档。虽然有法界人士分析法律的规定，认为会让互家属听，不过新北市讲家属毋是通话方之日，就文书甲告知不愿意公开。我们会尽全力来给予关怀，并按照相关的规定，全力提供相关的资料。那至于外面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是好意的，我们大家都是全力的来关怀恩恩爸爸。在恩恩的爸爸妈妈要求我们指挥中心1922立刻把相关资料提供，对于地方卫生局和消防局横向联系需要的资料，如果在相关需要处理，也希望能都给孩子爸爸妈妈赶快取得。行政院长苏贞昌正面回应，不过恩恩的老爸讲，卫福部6月初讲过，已经传好1922的幻象联络资料，不过伊也未收到通知，希望会让赶紧摕到这份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屏东垦丁国家公园有真丰富的生态，海参馆嘛有饲一寡动物，除了海底动物，除了嘛有饲牛。电假期间，有一只海参馆饲的牛熊走撞去路中央，甲车相撞，人是无受伤，也毋过牛的后骹断去。路边的牌仔顶头写有大型动物出现，开车说理。伫5月最连假，有民众赛车经过这时阵，弄到一只无白索的牛，导致牛只右后脚部位受伤。该自小客车引擎盖及机件毁损，无法行驶。代志发生伫咧吹沙岸8点外，民众开车经过恒春后湾路时阵，突然间冲出一只大动物，车挡袂赴去弄着，驾驶发现是弄着牛。北个有诶吼长，互伊踮遐边啊遐食，可能也知烂锁长伊共走落来，久久就一改，久久就一改。被弄到的牛是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饲的，牛甲锁啊休掉，走去车路，甲车相撞，牛正边后骹受伤，车是因冷挂弄到冒气，无法度驶，好佳在无人受伤。在龙潭公园附近常有梅花鹿出现，而夏季越演之后，在香蕉湾路段则有大量鹿蟹下海产卵。因此，提醒民众开车路过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减速慢行。
昆管处讲，昆顶国家公园内面生态正丰富，金蕉湾有绿化定期施农，也常常看到野生的梅花鹿。希望民众经过生态较丰富的区域时阵，驶较慢咧，才袂去弄着。海城管因饲的牛造成车祸，因讲会赔偿车主修车的费用。不过，若是亲像梅花鹿这款野生动物，因为是无人饲的，民众若甲因去弄着，修车的费用就要家己出。记者综合报道。在朝乡镇呢，赶紧来看这难得的画面。昨昏伫花莲海峡有看到杀人海翁，有民众看到了后，讲一届佫看到2只，因拢讲因真好运。就是它有浮出水面，然后有喷水，然后觉得哇，真是此生无遗憾。目测的距离大概是5、6米长，但是年纪的部分大概是属于成年鸡那样子，所以随着黑潮的流域继续往北的方向。不过，按照他们的时间跟距离来讲，实在很难去判断他们接下来下一个地方会出现的地方在哪。对于翕照的画面，会当清楚看到讲有2只杀人海翁跳出水面，看起来是真活跳，而且因离准星上远是敢若5公里尔。看到游客拢讲是家己真好运。业者表示，因为杀人海翁大部分拢是生活伫外海较济，所以是真好看到顶一届看到已经是4当前的代志啊！地方风山头镜头来南投的消防局为着要互消防人员应用无共款的救灾勤务，特别安排新型的体能训练，有跳远、野照力，计共有7项，来强化消防人员的协调性，也有金马的耐受度。消防员的工课会当讲是包山包海。毋但爱拍火，阁有救护、水hệ、甲山hệ的搜救行动，甚至是防灾甲地动等各种灾害人命的搜救。面对各项的勤务，消防员毋但爱利用时间来操体能，阁爱应用无共救灾的项目，做无共款的训练。灾害现场的救人啊，还有救护的搬运患者，这都非常需要肌力跟体能的。那激烈的部分就是防止消防人员受伤，因为现在基本上，如果你只要有一个受伤的话，那对于消防勤务的影响是很严重的。考虑用过体能训练，已经无符合消防人员执行勤务的需要，关府消防局配合中央的政策，做新型的体能训练，请教官来甲消防人员指导甲讲解，加强救灾甲救护爱有的能力。内容包括跳远、来回走、甲野照练等7个项目。要求后抛的部分，那它是利用全身性的力量往后去抛掷，那也可以训练我们身体的协调性。肌力体能的训练之后，就是加强核心肌群、腹肌跟背肌的力量，那就使我在生活上，就日常生活就比较不会平常就什么一个姿势就容易闪到腰或是腰酸背痛。官府表示，这届有300多个消防人员参加测验。希望透过这届训练，让消防员伫咧第一线面对无共救护甲救灾情形，会当有好的体能来应应各种的状况，进一步保障人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处理学校营养午餐食袂了的菜，云林那大业万面国中学生囡仔因真厉害，伊是发明一台会当处理喷的机器，原理就是用笋糖去食喷，生成有机肥来做肥。这项发明嘛，摕到全国环境教育是做比赛的第3名。看学生把这支粗夹夹的管仔放伫盆栽内底，这是有啥物作用呢？原来这是云林拿来乡延明国中的学生发明的处理喷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会使流出有机肥料来压肥。一开始比较怕那个水虻，然后后来就是经过观察，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它也挺可爱，它可以为我们做那么多事情。一开始制作除草，底下有打洞，想说一开始方便让厨余一直接流到菜叶根部，让菜叶吸收。但是我没有想到土壤它们会发酵，然后呢水虻也会从底下跑下去，所以我们修改后改成除草底下没有打洞，并且我们用挤压头抽取我们厨余。别工看到中岛长村遮济喷，延明国中的学生想要解决问题，和老师同齐想出会当利用笋糖去食喷，分解出有机肥料，做出一台喷的机器。这项作品也互因摕到全国环境教育实作竞赛的第3名，得到了很多的就是赞赏跟回报哈。那学生也很高兴的去接受这样子的荣耀了哈。在学校已经有9组在进行我们的那个厨余减量，然后未来我们可以把它推广到家庭
跟社区。这台机器一日会使处理5公斤的喷，学校也有其他班级来使用。发明的师兄也讲，毋望这台机器会当推撒去社区，互民众减少喷的量。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狗仔是咱人上好的朋友，狗仔真敖。狗仔训教育训练协会就注心咧培训工作犬，培训出来的狗仔会当辅助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嘛会当或者狗仔去设计据点陪一寡老大人，陪老大人活动，还佫陪老大人佚佗。温顺佮古锥的狗仔乖乖啊，互人摸头。即寡长辈嘛感觉诚心息。这是伫咧台南市南区的夏东落地学堂，台湾狗仔教育训练协会带一寡辅助工作犬来遮陪伴老大人。是带着我们的自闭症工作犬的使用者冠月，一起来夏东这边，就是服务失智的长辈们。人讲心腹犬的工作犬，毋是为着要救灾，嘛毋是要去海关查验，是为着要辅助身心障碍者维持情绪甲身体状况稳定。亲像这位自闭症的患者吴冠岳，嘛因为有工作犬伫伊紧张惊吓的时阵来甲伊安踏，互伊放轻松。即摆嘛会当带狗仔做回来和即寡老大人互动，可以让我放松心情。对，像如果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不想摸摸它，或者是让它坐床上跟我一起睡觉，两个人一起生活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冠月因为自闭症工作犬而开始独立，开始可以回馈社会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借由它的力量，然后呢，让更多自闭症的朋友知道说，不是只有被帮助而已，我们今天是有机会可以帮助人的。台湾狗仔教育训练协会透过和湿地据点合作，毋但互老大人同齐甲古锥的工作犬耍甲喙笑目笑，心情放轻松，嘛互身心障碍者会当翻头来做公益，为社会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去屏东来看屏东500原住台雅的部落，为着要互民众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屏东县政府即马是向部落借分派披衫，还佫一寡雕刻啊，还佫织布机，计共有13件传家宝，要展出原住民珍贵的文物。有来雕刻记录台湾的帕拉文化，这是伫咧屏东的原住民文化会馆的传家宝3件民族文物特展。展出来自屏东4个部落的13件传家文物。这个4根拐杖是吴爸爸杜巴满人所制作的，爸爸给我的拐杖，它的图像是一个站立的一个男孩子，意思说做老大的要有谨守自己的立场，才可以带动你的兄弟姐妹。经过1年多的沟通，终于说动这11个家族。那经过很多评选、专业的评估，除了帮他们修复这些文物以外，那也评选了13件一个宝贵的文物呢。这场展览分作生命礼俗、生活装塔甲文化传承3个部分，有织布机甲喜庆联杯，传过150档的婚白披衫，也佫有充满教育纪念意义的雕刻作品等等。见证代代流传的珍贵资产。一位收藏家，他想要收藏这件云豹皮，它的开价，当然是让人心动的价钱哈。但是因为我的姑姑她过世之前，她有交代我们，传家宝就是必须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就跟文化一样。另外，现场也有华语的说明牌仔甲影音解说，希望互民众会当愈深入了解这寡部落强要失传的文化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报来看，即马要学台语资源真济。台文作家陈顺聪就搁出一本台语心花开的新册，对食穿、交通到天气，小解各种台语的生活用语。华语讲洗澡，台语讲洗身躯，啊那刷牙是要安怎讲？真侪台语袂晓的人，一寡生活日常嘛，毋知影要安怎讲起。作家陈顺聪最近出一本台语心花开，用写日记的方式，带初学者做伙洗这间台语的百货公司。你洗过程会当学到做侪语言，毋那是学语言，佫学到做侪食食
穿的，也是讲人甚至带去做一心理的迄种事嘛，做侪，安尼来遮就做欢喜的。陈顺聪表示，伊特别对食青用等方面来设立，互读者通伫册内底来认捌，像穿衫、食饭，伫无同的情景，甚至是无同的口口，讲起来有啥物差别？你来水包的公司啊吼，足侪人拢是要来买水衫，所以就是讲买衫裤。啊，咱讲台语有讲穿插，穿插就是咱的服饰穿着。啊，有的人较重青，所以哦，这个重青就是爱写爱做讲究的，做要求的。陈顺聪表示，台语心花开，算是伊透过家己的生活，带大家来熟悉日常的台语字词，甚至是歌来语。希望读者读了后，唔来当入门，搁通讲了趣味，搁活用。记者陈嘉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镜头来新竹市的动物园5月份的时有3只水猪仔出世，目前动物园当地替水猪仔妈妈做过来，嘛按算伫8月底时，这3只水猪仔就当甲民众见面啦。水猪仔对伫妈妈身躯边，看起来有够古水。新竹动物园5月有3只水猪仔出世，体重对1300公克到1400多公克左右。水猪大汉了后，身长有107至134公分，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野禽类动物。非常的健康，然后现在都跟着爸爸妈妈，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喝奶已经经过1个礼拜，再可以吃点简单的草，然后所以还是以妈妈的母奶为主。那大概预期是8月中会断奶，然后8月底的时候应该就可以跟民众见面了。新竹另外一间野生动物园也传来好消息，最近是新增加12只水猪。已经开放给民众参观。因为它们是属于生性比较胆小的动物，那所以你在跟它互动的时候呢，就尽量就是要动作放慢放轻，并且降低自己的姿态，然后跟它们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那他会觉得说，你们好像大家就是彼此比较亲近的感觉。水猪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前后脚的脚趾头啊无同款，前脚有4支，后脚干那3支。民众后摆若是有机会看到，会使可以好啊看真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世界杯卡球赛11月份会伫穆斯林的国家卡达举办，这是全世界头一届。卡达国王嘛，向媒体问讲，到时阵应敢欢迎同性恋？卡达国王是表示，应欢迎所有的人，嘛互相尊重。卡达因家己嘛有出一支动画影片，小解因家己的国家也有民情。太空船内面行出一个外星人，伊叫做库克巴尼，是来地球看卡达世界杯卡球赛。意外伫咧沙漠中熟悉3位卡达的少年人。这是一部叫做库克巴尼的动画，有5集，一集11分钟。5月最开在这首部，变来3位少年人，表现出3种无同的价值观，传统的游牧民族，生活伫都市的城里人，也有卡达甲英国透镜的后一代。احنا لما نشوف الكوكباني يعني ككرتون دائما نحس ان الكرتون نفسه موجه للكوكباني او في مسج معين ان احنا نحاول ان نشرح للزوار الثقافه القطريه، لكن الكرتون حتى نفسه يحاول يشرح للقطريين ان الفعاليه هذه راح تتضمن ان ناس كثير راح يجون الدوحه。戏剧是团队民族文化真有效的工具，创作团队希望用轻松的动画介绍卡达的风俗文化甲生活方式。何必来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了解？虽然卡达自新搬到筹备期间有真侪争议，包括移工的人权、对女性甲 LGBT 人权较无重视。不过国际卡球总会主席以南非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曼德拉所讲过，体育会当改变世界，希望为卡达带来改变。Football a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the world has a unique reach. The last World Cup was watched by 4 billion people. The last Women's World Cup by 1.2 billion people. This World Cup in Qatar will be watched by 5 billion people, way above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卡达的面积甲牙买加差不多，无到台湾的1/3。不过卡达已完全8座卡球场，迎接32个国家来参加。这是世界杯卡球赛第一遍伫阿拉伯国家举行。卡达的国王强调，几60年来，世人因为无了解，对卡达有真侪批评，伊对因这几年的发展甲进步感到真骄傲。当被问到是不是欢迎同性恋者来，伊讲应该尊重彼此的文化。We will not stop anybody from coming, visiting, and enjoying the football, but I want also everybody to come
and understand, enjoy also the culture, to see different cultures as well. We all live in one planet, but each of us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We welcome everybody, but also we expect and we want people to respect our culture. 国际卡球总会5月18讲，被列入世界杯官方推荐单数名单的酒店，必须以非正式的方式欢迎人客，若无会终止合约。今年世界杯卡球赛自11月2日开始，卡达官方讲6月时阵会公布一份关于酒精饮料、女性甲 LGBTQ 等权益的指引。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亚洲甲欧洲拢有吊桥改写世界纪录。先来看越南，这是一座632公尺长的白龙大桥正式启用，这嘛是全世界上长的玻璃吊桥。那伫中欧的一刻天空之桥是721公尺长，这嘛是正做全世界上长的人行吊桥。两边的桥墩尖尖，规条桥拢是白色的，横跨伫咧两座山壁之间，伫空中看真壮观。伫越南首都河内西北边山路关内的白龙大桥，5月底正式启用，连接两座大山的白龙桥，长632公尺，超过广东清远晴天大桥526公尺的纪录，将做全世界上长的玻璃吊桥。其这条桥的建造商讲，桥身用3层强化玻璃，每一层4公分高，会当同时有450个人徛起嚟。桥面拢是透明玻璃，定伫150公尺高的天顶。胆爱有够在，有人拢无伫咧惊，一个巧破式伫咧翕相，要人行几步啊了发现，嘛敢若无偌恐怖。tay kiểu nó cứ bủn rủn không dám nhìn đấy, không dám nhìn thật. 越南的疫情有较降落，3月已经开始放定外国旅客入境的限制。政府希望白龙大桥会当带动当地旅游业复苏。伊若伫中欧的捷克、圣莫拉瓦山林游乐区开2年起的天空之桥721，也伫5月时阵启用，长721公尺，也打破葡萄牙阿罗卡516吊桥的纪录，将做全世界上长的人行的吊桥。Sky Bridge byla vlastně cesta, jak přinést něco neobvyklého, jedinečného. A vlastně most svým způsobem nabízí adrenalinový zážitek, který vlastně v České republice jinde nenajdete. 吊桥起的所在海拔已经有1100多公尺，桥又个吊伫咧离地面95公尺的半空中，桥面的宽度只可能会当一个人行过啊尔，所以若要行这座吊桥自头行到尾，胆一定要有够在。公司新闻金远庆编译。关心环境，因为粮食的欠缺，加上即马注重环保意识，地区食食的形态嘛出现一寡变化。西班牙伫进前就举办未来世界的食品展览，咧看食食的趋势。内底嘛有未来灶卡，还有真侪自动化的新科技。伫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定定看到的点心拼凑，是用碎片的法国面包，顶头放草橄榄、番茄、哈姆、咸鱼。要替面临世界设计健康配方，即马总部西甲下骹的胖改做树脂，伊会当然碳水化合物，较袂互低消化度的酵素分解，会当直接到结肠，帮助肠癌益菌生长。国加洛梨、芦笋、纤维真有够。另外一素食健康主义的热狗包，热狗的材料是蘑菇真菌2倍。头毛豆酱是西瓜做的，芥末是德国生菜国家发酵的西瓜皮，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饮食无平均，要平衡2倍质甲蔬菜量。伫西班牙毕尔包举行的这场未来世界食品展 ，BCC 也个展示智慧菜单，使用的人先看一个样幕，电脑会根据使用者对倒一个项目看上久、上有兴趣，分析消费者的介意甲需求。菜单分做3种形态。第一种只干那菜名甲介绍，第二种国家营养分析，第三种国家你讲伊的口味甲食起来感觉。研究资讯啊愈多，是毋是改变你想要食啥的决定？Is technology incorporation to restaurant is going to happen sooner or later. We are testing this in a living lab kind of restaurant. Put it on Instagram. People already know when they book a table that this is gonna happen, so they are more friendly. 未来自然资源有限，减少喷甲浪费是真重要。澳洲每年差不多食60万吨的垃，所存的垃壳，
那磨做粉，国家其他原料该拿做果果，就变做新的做肥仔的原料，用3D 列印，会当做出正水的碗盘。怎么国际原物料介绍一直起，所以大家拢伫咧想办法，将买地的废料，互伊产生价值。像人类定定用过就单调的塑胶包装、鸡卵壳，甚至是陶瓦的纸，拢会当摕来再利用。严正讲，浪费的问题无应该存在，那无就是咱人类的文明欠缺创造力。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方面的瓦金西北部伫过昼了后就开始落阵雨，也是雷公雨。那中南部是今仔日规工拢有机会会落雨。伫礼拜之前，天气拢共款无稳定，尤其是明仔载甲后日雨会上介大阵，乡亲爱细致，唔通落甲淹水。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